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无影无影，无你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双声，你的看是鬼牛精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作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肝难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肝难，我将你放，满满期待换来一日空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天公伯啊，请你保庇，保庇无退，平安无代志。阮阿母为着要替恁家团香火，已经吃足侪苦啊！天公伯啊，请你大发慈悲，保庇无退，赶紧好起来，拜托，请你保庇。阿母，阿母，阿爸醒啊！阿妈，阿爸真是咱嘞，真是嘞！阿母，无退醒啦！真佳哉，真佳哉！天公伯有保庇啊，天公伯有保庇啊！交到产地部，无讲是袂用的。我甲你讲，你根本当出来亲生囝。阮听你是比听我家己亲生囝较多。来无，伊嘛咧小可怜恁这个老母，伊囝拢是为你这个活，你知影？伊若伫咧欢喜，伊就对你咧活；你心情若伫咧歹时，伊的心肝是比啥物人搁较艰苦。伊今仔日咱咧对待你，为你牺牲遐尔大，你一世人敢无都能害的温情？美芬，多谢你的苦难吧。秀英啊，咱两敢若像姐妹啊，你来就客气啦。搁再讲，推壁跟阿爸来像兄弟啊，我们两个无来。我家知啦，推壁即摆已经无性命危险嘛。只是想袂到，该顾竟然毋是你的亲大兄。我明妈妈想袂到，阮阿兄竟然毋是阮阿爸甲阮阿母亲生。自从我捌代志以来，阮阿母伊对阮阿兄爱甲疼痛，有时啊，我感觉足无公平。
推你嘛真正想要先来补啊，毋则后日你行毋着路去。想袂到连厝里的人都敢骗。讲实在，我那遐嘛真正做袂晓想，竟然连校外人来向我存遐尼济钱，伊也毋想看觅，这间厝是安怎来？一声就要向我300万，就是安尼推白，毋则恁袂了讲出真相，气甲昏昏毋知啦。希望来补啊，经过即个教训，会使伫家家内底克得觉悟，将来出国了后重新做人。我嘛希望我那遐会当重新做人。这摆看家己会通想无啊？你比较目未？今年就当毕业。即摆时间无早，我先倒来去上班，明天我再来看推白啊。对啦，我阿母讲要请你拜托文迪啊，替我那遐找一个律师。我即摆随时来找文迪，文迪一定真个不错的。其实文迪拢最关心来补啊。我毋过，即摆好个律师拢最无用的，而且费用嘛足悬的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叫文迪甲拍拼去找啊。李文，叫啥哩？来了，我来找啊。溜丁的啊！你已经有回人啊呢？看你顶个加肉、青菜加正挂，花较会清啦。啊，肉拢袂当食，咧袂肉毋来关门。啊你这样足奇怪呢？我叫你加食寡青菜，减食寡肉，你也有这个意见呢？你迄吼真正有够啰里啰嗦的，早知你也破价，我就不爱带你啊。哦，你今仔是食死鬼的反正嘛？你咧甲我讲啥物啊？无啦。你别去我，回来啦！你让我回来啦！你讲啥物啊？讲我破价？无，我是倒位咧破价哈？无啦，我无听你讲出来，歹势啦。无着哦，原来你平常时啊心内拢安尼想啦，即摆开无着你就讲出来啦。我是破价倒位啊？你讲啊？无啦。放手啦！我谁哪都爱放手啊？恁两个毋是囡仔啊，敢要怪面头前，甲你人来人去，敢袂歹势？米粉啊，我看你今仔下暗敢若心情无介好，是为着啥代志啦？无啦，我是咧烦恼吼，问题啊找律师替来补啊辩护，毋知找有无？啊来补啊若互判刑，阁毋知要互关几年的。妈，你遐休困一下，爸我来顾就好啊。我不要紧啊，连倒是你吼，为昨暝到即马还袂困的，你去遐眠一下，去眠一下。爸，毛腿，甲我插起来一我，我倒啊一骨头拢全要锁去啊！有较爽快无？但阿母年话遐尔啊济啊，哪会当遐伫咧困？阿母听讲吼，你可能有心脏病啦，还足烦恼的，一定要等你较好，伊才要转去啦。人咧讲老大人后来病伊毋好啦，放心啦，我是一个歹命人，无遐尼啊紧就离开这个世间啦。秀英啊，紧带恁阿妈转去困。哦，好啦。阿妈，秀英，你阿爸安怎是无？阿母啊，我无代志啦，你毋免烦恼啦，紧啊，小，紧带恁阿妈转去困。好啦，阿妈，咱转来去。推个啊，家己爱较细腻的，你知无？性地唔好喊伊歹啦，有心脏病的人啊是袂用个受气的，你知吼？阿母，我知影。阿蕊啊，你要好好啊照顾推个，你知无？阿母等下休困一下。
我知啦，嘿，较细腻的啊。我再等歇困吼。我实在是有够不，互阿母安尼年岁遐尔啊济啊，佮替我来伫咧烦恼。推的，莫安尼讲啦，是人就拢会破病啦。是讲吼，即摆入暝吼，家仔有逐个甲恁斗相共，啊，尤其是秀英这个囡仔，日甲暝安尼照顾你吼，即摆若无伊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呵，你即马才知影讲恁这查某囝袂歹吼。若讲哦，甲恁后生比起来，有较赢无？还无为你一颗心人了当，为你思。咱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我实在是想无，偏偏是你的囝，是安怎你对待因两个差别会遐尔啊大？我亏欠秀英的，后摆我会弥补的。是讲无退啊？我是安那遮尔啊先来补，敢讲你无了解心？你想看觅？较早我袂生，互人踢笑，为着要替恁家传宗接代，人补啥物味汤，我拢甲试看觅。我从来都毋捌考虑对身体有啥物款的影响。结果咧，恁老母同款是逼咱离婚，假使老母来补会出现，你讲，咱今仔日敢有通搁做翁仔某？一款浓厚的观念，来害苦咱两个翁。是讲阿丽，你为着安尼，才来将来宝也成歹去，成甲互伊毋知天地有偌宽。但即马咧，反倒转来害着一世人伫咧艰苦，你敢有想过？我知一切拢是我毋好。较早，我敢若关心股票的起起落落，我敢若想要赚大钱。我想讲，若有钱就当解决一切。若有钱，咱就毋免搁过较早迄种艰苦的日子。来宝就会当食好、穿好，会当甲别人比拼。啥拢袂记，甲伊做人的道理，一切拢是我毋好，是我毋好。对呀，这拢过是咱的命，这嘛免要拢总怪你。实在有够衰。若是讲我，甲你斗阵骗恁爸母的钱啊，牵连着这案件，我是无讲。也毋过遐贼头啊，无证无据，讲我是咧开交警，也要以赌博罪甲我办啦。我实在是真无怨，明明是白白无要人恁甲学。大哥，你是咧替我烦恼啊？唉，免烦恼啦。等我二郎一个咧来里啊，食无钱饭啊，验一头一摆啊。搁再讲，来里啊，迄老大，甲我拢是好朋友，袂人会欺负我啦。好啊，莫再油头甲面啦。安那？你烦恼你家己哦。哎呀，安啦安啦，我跟你讲，咱若判刑定案了后，咱若是关斗阵，我会甲迄老大交代，我叫因好好甲你照顾，袂人甲你另批啦。好啊，哦，你较大声，我
我咧吓惊着呢。好啦好啦，啊你即马心情歹吼，我莫讲啦，吼。唉，讲才来讲，即马真爱烦恼的是我家己。我即马关伫这内底，我一寡所赚的钱啊，拢囥伫迄个查某遐。即个查某佫遮尔虚华着，要若是将这个钱啊，甲我摕去摄因头，我就要哭无目屎啊！唉。你是咧创啥啦？无啦，我都看你啊戆神，你是咧想啥啊？我是咧替阿瑞也烦恼啦。啊，即马后生红掠入去感觉啊，啊万不离推哥哪有啥物三长两短吼，啊你叫阿瑞也要安怎活落去啦？呸！莫当我话嘴好无？三长两短，迄推哥吼是气甲昏去尔啦，人会好起来啦。会当像你安尼讲的吼，当然是上介好啦。我想着较早吼，咱两家口人吼，做伙伫咧台北打拼，虽然吼日子有较歹过啦，要毋过咱嘛是行过来啊。你甲看，虽然咱即马毋是介好呀，啊毋过有一间小小的店面，啊米粉吼嘛找着好对象啊，要嫁人。咱安尼一家吼，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吼，我感觉真满足呢。啊毋过想着阿瑞也变成安尼吼。我心肝内吼，实在真艰苦。唉，这吼就是命运咧创治啦。人咧算哦，毋值你天一话。也毋过哦，俗语人咧讲，3年一轮，好歹照轮啊。无定过当了，过得比咱较好咧。刘丁啊，你实在毋知影烦恼是啥物呢？即马问题就是吼，推过会好袂好啦。啊，万不离吼，伊一直安尼倒咧病院吼，你叫阿瑞啊吼，免咱负担遐医药费、生活费。佮一直讲啊，啥物三档后去？你讲安尼也是有理啦，也毋过我看推哥的面相，都福相嘛，会来，一定会好起来啦。啊，无你是算命先啊，还是医生啊？啊，敢讲推哥无好起来，你要负责？啊，朋友友咱总是希望会当互伊好起来嘛。啊，我讲安尼敢毋对哦？对，你上介搞啦。啊，毋过话佫讲倒转来啦。今仔换做吼，你是推哥，我是阿瑞啊吼，我有哪共款，毋知要去倒庄家的钱来处理今仔日这个情形啦。水哥，看你安尼精神愈来愈好哦，啊！我早一寡面吼，用一寡水果来互你食啦。刘德诶，他你嘛咧上班，啊，我著专门咧卖水果互人，啥物个赶水果来互我。都对啊！我本来吼是想讲买一寡花来啦，啊，毋过著想讲送花应该互查囡仔较适合嘛，啊，你查甫就无哈，所以吼专走去买一寡水果。啊，买了才想着讲，啊，你著水果行头家啦，歹势，啊是讲啊不要紧啦，啊，后日人报纸都咧讲哦，破病的时阵加减食一寡水果，有好无歹啊，就祝恁吼身体早日健康安尼啦。多谢你的好意啦。袂啦。对啦，刘德诶，你哦爱记啦，我呢哦这段时间拢无等于卖菜卖水果，万一若有一寡仔老主顾客来哦，你著去替我甲因讲者。讲我加几工后，我也袂阁倒转去做生意啊。会啦，咱老顾客啊，你要甲赶嘛，赶袂走，对无？人俗语伫咧讲啊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你身体哦，先顾好较重要。哦，迄钱财哦，迄拢伊的啦。阿瑞啊咧，伊哪会无伫病房甲你照顾啊呢？啊，临时若有啥物代志要传人啊，无人当办咩啦？阿瑞啊，都拢伫遮咧陪我陪规工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厝内面还阁一个老大人哦，无人照顾也袂用的。我毋则叫阿瑞啊，转去哦，我煮一下饭互伊老大人食。是讲吼，恁丈嘛，若知影你遮友好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唉，今嘛上怨叹，就是安尼饲一个歹囝。唉，啊对啦。
讲到来宝啊，我才想到啊，文迪也有甲我讲吼，讲伊已经吼替你找一个律师，要替来宝辩护啦。当然是要辩护啥的啦？起到法院后，你无听人家讲，有钱就判死啦，无钱哦就判死啦。未啦未啦，迄是过去吼，迄个司法的黑暗时期啊。人即摆法官拢嘛足开明，袂为非三主啦。哎哟，你莫安那么黑白相，莫遐悲观啦。我是讲哦，请一个律师哦，唔该开偌济钱。这问题也有甲我讲啦，伊讲迄律师伊好朋友啦，袂算济啦。啊，非定哦，会当哦替来宝啊减轻一寡迄个刑期哦，开这个律师有价值啦。阿女啊，你哪有时间通来？来练生意嘞。就有阿兄咧照顾啦，不要紧啦。无退过啊，我来先转啦。哦，对了，迄面哦，趁小紧食。多谢啦。袂啦袂啦，多谢你，好，多谢哈。袂。文婷啊，来，趁小紧食饭哈。对，我听阿母讲吼，小勇透早就出来，有来遮无？无咧。无。安尼伊是会去对？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伤心伤意也无彩甲，爱情拢是掠人心冤切，为何我有讲要出